古堡上集。咱的祖先有流传一个传说，因讲天下万物，不管是动物还是食物，只要吸收日月精华，佮经过不断修行，就会使成做人。较早有一只虎，伊就有安尼的愿望，毋望家己会当有成做人的迄一日。这一日，伊和进前同款，踮伫山林伫修行。伊雄雄想着讲：啊，系啊，我着爱赶紧搁食几个人的囡仔，若无就无法度继续维持人形啊。其实毋免食囡仔，若是用心修行，嘛是会使成做人。迄只虎四界走找，落尾来到一户邻家厝的头前，看到一个妇人人，敢若要出门的款，当伫因兜的门口埕，甲三个查甫囡仔伫讲话。妇人人讲：好啊好啊，阿母爱出门啊，恁今仔日着较早困咧，会啊毋通搁走出去佚佗，有听到无？细汉小弟阿芬如讲：我才无爱遐早困呢。阿母拿扫阿芬的头，拿讲：阿芬，你若是乖乖听话，明仔载阿母着要你上爱食的李仔糖，互你食，好无？阿芬听到有李仔糖通食，随着吞喙烂，袂思妖鬼附身，花头喜面应讲：好啊好啊，有李仔糖通食，有李仔糖通食。二兄阿明甲因阿母的手牵咧，问讲：阿母，你当时才会转来？阿明，你乖，阿嬷破病，恁阿爸已经先去照顾阿嬷，阿母嘛爱赶紧过去。明仔载过到，恁阿爸就会转来。大兄阿雄转胸坎挂保证，臭屁讲：阿母，你免烦恼，小弟因我会照顾。阿母真安慰阿雄遐捌代志，手甲阿雄的手骨扫扫咧，讲：阿雄上乖啊，安尼两个小弟就交代互你啊哦。刷落来，越头甲阿芬讲：尤其是阿芬，你毋通遐搞怪，爱乖乖听阿兄的话。红点名的阿芬面臭臭，佮激小鬼仔面，一点仔都无认同因阿母的话。阿母看到，无奈摇头，佮喊一声：阿芬啊，就甲三个囡仔佮吩咐一摆，讲：恁听好好势哦。等下阿母出门了后，恁着甲门串咧，千万袂当甲千户人开门。若无，迄人伫风声的好古堡，可能会趁机会撞入来哦。三个囡仔听因阿母安尼讲，拢惊甲。阿明足惊吓问讲：好古堡敢会甲阮食去？阿母笑笑啊讲：莫惊莫惊，迄敢若是人伫风声的尔。你若是乖乖听阿母的话，放甲千户人开门，歹人就袂入来啊。阿芬双手提拳头帽，佮结甲足唱手，若要共拍会行讲：哼，我才毋惊好古堡咧！伊若是敢来，我定着甲拍甲黏伫涂骹，爬袂起来。听阿芬安尼呛声，佮兼带动作，大家拢笑甲嘴啊利塞塞。阿雄看天色渐渐暗落，提醒因阿母讲：阿母，天暗啊啦，你赶紧去阿嬷遐，放伤晚出门啦。阿母起身前，佮再一摆叮咛讲：好，阿母要来去啊，恁紧入去，甲门串咧。阿母翻头就行出门，三个查甫囡仔嘛翻头行入去厝内，甲门串开。迄只想要成做人的虎，一直密伫边啊，
甲因某仔囝的对话听甲清清楚楚。看到因阿母离开厝了后，想想咧，讲有啊，我想到一个不遮好的办法啦。刷落来，伊就甲家己变做一个老大人，头壳顶绑一条黄艳艳的头巾，身躯抹一领乌麻麻的红毛。下暗月娘悬悬伫天顶，阿芬有够热的，伫厝内撞来撞去，无一时定得。阿雄看到，就大声甲话讲：“阿芬，莫遐车行破屎啊！较乖咧，紧去眠床困。”阿芬激小鬼仔面甲因讲：“无爱，我即马精神刚好，困袂去。”阿雄甲阿芬吓惊讲：“你讲毋听话，阿母若是知影你无乖，你就无你啊糖通食。”阿明嘛斗苦劝阿芬讲：“嘿啦，阿芬，你乖乖啊听阿兄的话啦。”阿芬气噗噗讲：“哼，你定着搁要甲阿母斗，害我无你啊糖通食，对无？”这个时阵，外口传来弄门的声，刷落来就听到一个老大人的声讲：“我是姑婆，我是姑婆，紧开门！”阿芬听外口的人讲伊是姑婆，就想要去开门。阿雄甲阻挡，佮摇疑问外口的人讲：“姑婆，你是倒一个姑婆？你的声太会听起来敢若怪怪。”好姑婆随扫几啊声，佮笑嗨嗨应讲：“啊，着姑婆进前身体伫过院，就拢无才调来看恁。拄食恁阿母袂放心，专工去拜托我来看顾恁。”讲煞佮扫几啊声，才佮继续讲：“恁甲听看觅，我扫甲拢扫声，无怪声音会怪怪。哎哟，外口足寒的呢，赶紧互姑婆入去啦！”阿芬举椅仔过骹，为窗仔甲看出去，摇疑，甲外口的人问讲：“姑婆，你哪会遐碰皮？你拄则毋是讲你身体无好？”好姑婆心内想讲：“你这个狗囡仔真强激的。”苦笑甲因讲：“嘿啊，可能是即阵仔破病食介济补，无细日就加较夯恁啊。”好姑婆哪甲阿芬应话，心内哪伫想代志，煞无张持甲家己的心思讲出来。囡仔兄，我会腹肚足枵的。伊随着发现家己讲毋对去，紧转喙讲：“毋是啦，阿芬，紧互姑婆入去休困。”厝内三个兄弟互相上过来上过去，两个大汉的同齐甲阿芬摇头。阿芬阁甲好姑婆讲：“我感觉你介奇怪，我才无爱互你入来。”好姑婆阁扫几啊声，假做真有疼心，阁亲切的款，笑啊讲：“恁阿母讲的果然无毋对，阿芬上激啦！你莫阁含姑婆讲算笑啊，毋通互阿雄操烦啦。姑婆有早恁上爱食的李仔糖，要来互恁食哦。”阿芬听到有李仔糖通食，喙烂插插叮，讲：“姑婆，你有炒李仔糖来哦？”佮回头甲两个兄哥讲：“阿兄，伊真是姑婆，伊含咱的名拢知呢。”讲煞就走去甲门开开，互好姑婆入来。阿雄甲阿明根本就袂互动，好姑婆才入门，阿明就惊甲走转去房间里，留阿雄、阿芬甲好姑婆伫客厅。
阿雄看好古婆行入来，虽罔无认同，不过嘛是真乖巧，甲叫一声古婆。好古婆应讲：乖，阿雄真乖。好古婆入门了后，会和阿雄因三个兄弟发生什么代志咧？请大家后礼拜来甲看卖咧哦。